Hello，今條片同大家去分析一個八字案例嘅。好多人學咗八字之後，唔知點解一唔小心就會變成詛咒師。佢一睇見啦，女命命大傷官，就會話呢個女人嘅婚姻一定係唔好噶。又或者見到人哋嘅八字入邊出現咗劫財，就話人哋係破財。我哋睇睇呢個八字，我見到好多嘅命理師，包括我自己上星期上堂都問過兩位學生，佢哋都話女命八字命大庚金，即係傷官，咁呢個女子嘅婚姻就會差。咁當然我就叫學生自己批八字先睇睇呢個八字五行流通嘅情況係點樣。冇錯啦，五行派嘅八字根本就唔存在住名詞解釋，我哋係邏輯理性地去以五行生克批八字。呢個八字女命日元己土，官星寅卯甲乙木。我哋睇佢嘅地支官星卯木，其實並冇受傷嘅喎，所以呢個女命佢係有婚姻噶，但係佢對於婚姻存在住好多嘅抱怨，而佢嘅抱怨並非嚟自庚金，即係傷官呢一個原因，而係佢地支出現咗劫財，即係辰土克財，佢嘅亥水受傷，出現破財嘅情況。破財嘅生活現象最明顯嘅一點就係脾氣暴躁，因為財主冷靜，命主已經失去咗冷靜嘅思維，所以呢一個命主生活過得好大嘅怨氣，即係成個怨婦咁樣，並唔係官星受傷所導致嘅，而係因為破財先至會咁樣。而且2025月至蛇年情況係明顯加重咗噶。所以千祈唔好一聽到對方話自己嘅婚姻唔好，又或者係自己一睇到個八字就急急腳咁樣去怪罪我哋嘅傷官。人哋呢個傷官根本乜嘢事都冇做過，只係呢個命主破財，脾氣差，忍唔住諸事抱怨。但其實佢嘅婚姻並冇出現問題噶。2026丙午馬年呢位命主嘅情況會否改善呢？就俾大家去分析一下。五行派批命必須要注意，一定要具體去分析八字出現邊一種情況嘅五行生克，而非看詞解釋人云亦云，咁樣你就會白白交學費噶啦。拜拜。